S1 第2場嘅開普 C 班賽，1號影響心騎師李彤，2號世界觀騎師袁幸堯，3號。咁我哋揀咗60、30、48啊，60、30、48嘅。咁啊，雖然冇揀到2號啊，袁幸堯加油啊，世界觀，因為要考驗下個班次。咁啊，直路就比較長啊，呢個馬場啊。何啊？我睇翻呢隻，原來阿袁幸堯都幫佢上過名嘅喎，3倍時光。咁啊，今晚就一匹坐騎嘅啫，佢就話喺下一場搖嘅世界觀。但就絕對係好事啊！即係能夠喺轉播賽係好難㗎，仲要係呢個大馬場啊嘛，因為大馬場。落緊飛啊！袁幸堯嘅坐騎就企得好硬啦，世界觀。但其實佢喺南非係冷門嚟嘅喎，20零倍左右嘅。咁唔難理解嘅，因為佢個馬低班啲嘅，升咗上嚟呢個班要考驗下嘅。晒閘啦，隨時起步啦，準備第2場賽事，準備。好嗱，一起步嘅時候咧，所有馬都順利出閘嘅，咁啊快少少咧。內檔嗰邊就午夜女王就快啲啦，外檔呢邊咧睇下先嚇，咁就碌碌地3嗰匹喎就快少少喎，呢匹就本能之源嚟嘅，分兩堆跑啦。先睇內檔嗰堆先，咁啊出閘快咧就除咗凌雲之外咧，仲有咧就奇蹟時都喺前邊嚟嘅，咁啊中間咧仲有隻街頭規則都幾快，午夜女王起步最快啫，但係縮翻住喺後邊後少少嘅位置啦。中間黃衫就亞祖利啦，跟住嘅馬咧仲有咧就先散兵啦，咁啊近外檔嗰邊咧，仲有咧就無理猛準嗱，外檔嗰堆咧就無理猛準啊，本能之源就快啲，月亮耀跟喺第3啦，一路騎住咧仲有艾斯洛爾啊，好啦，見到6字牌啦，即係入到嚟仲有500米嘅時候啦，咁啊前邊咧外檔嗰堆就無理猛準就快啲嘅，內檔嗰邊就奇蹟士咯，兩隻實力馬上咗嚟咯，咁啊中間上緊嚟嘅馬咧，仲有隻街頭規則啦，咁啊走內檔上咧世界觀有啲進展啊，同埋隻午夜女王啊，最後200米嘅時候啦，咁前邊形勢唔同咗啦，午夜女王就喺內檔上咗嚟，跟住佢仲係隻山，仲有咧就呢個凌雲嚟嘅，咁啊後邊上緊嚟嘅馬咧騎下隻無理猛準就唔見咗喎，咁啊前面隻午夜女王內檔越衝越勁啊，外檔衝緊上嚟就旋風驟雨，旋風驟雨追唔追到過唔過得晒咧？1、2名好近啊，旋風驟雨咧有機會到先啊，午夜女王第2，凌雲睇下捱唔捱到第3。